恁着学乐摇花，摇花的路步啊，恁着学乐，学乐摇花的名，愿摇花的名受学乐。对即时到永远，对日出到日落所在，摇花的名是应该学乐的。咱即时做伙来吟圣诗，圣诗211首，圣诗211首。上帝设立按照生命，请咱起来念圣诗。感谢你，感谢你，你祝福我，你爱你，继续行动，永远来修，不变我的，怎么信心？这是咱来到天文36，我来客请兄弟来念。心内爽享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忧闷的人有福气，
因为因要成万人。温柔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成就土地。舀水打因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百。怜悯人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着怜悯。清气心肝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欢喜上帝。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称做上帝的囝。为着伊捌受吞着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为着我人针对美恁，吞着恁，诽谤恁，万项的歹，恁就有福气。就欢喜快乐，因为恁伫天年的报酬是大。因为恁以前的先知啊，人也安伊分同伊。这是咱三个后出来祈祷。我伫天的爸，向我的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一个人生有老母来生阮、养饲阮、教导阮，互阮通过老母得到你对天顶所喜乐的恩典甲鼓励。今仔日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阮众兄弟姊妹组织伫你的圣殿来纪念，献上阮对你满心的感谢，也为着阮所领受的恩典，来为着所有的妈妈来祈祷，恳求天的上帝保守祝福，互每一位妈妈纪念因为着囝儿逝世所付出的，因伫生命的过程中领受上帝对你的调令，真侪老母来生育、养饲你所享受福音的生命。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享受智慧、慧力，以及疼心，互所有的妈妈，互因通伫生活中尽因所有的疼来照顾阮，互囝儿逝世通伫主你的恩典中来长大。恳求主纪念每一位妈妈因所付出的，特别来看顾、保守、甲祝福。毋只是伫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是着纪念甲感谢，也互因伫每一天的生活中，拢通领受主你的恩典。求主帮助阮学习老母的心志，愿意牺牲，疼人亲像家己，保求家己的利益。无要求光荣，也互阮伫教会中会当亲像一家人来互相相听，伊就是要利益人，互人领受上帝的恩典甲祝福。阮每一摆将所有的妈妈恭敬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诚做因的保守甲祝福。愿安尼感谢祈祷。拢是我靠恩典满满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名求。阿门。享受上帝的话，来看两个圣经，头一位是伫以赛亚书12章的第1节甲第6节。来伊汉语本是第759字，本是第820字。我用来伊汉语本来读。以赛亚书12章第1节，到迄日，你要讲，耶和华，我要感谢你，因为你虽然捌受气我，但你的受气已经煞，你也安慰我。看，上帝是拯救我的，我要倚靠伊，也无惊，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惠力，是我的诗歌，伊也要诚做救我的。恁要对救阮的水泉欢喜来唱水，伫迄日，恁要讲，着感谢耶和华，叫伊的名，将伊所行的报扬伫当中，讲起伊的名已经受尊做权，恁着唱歌而乐耶和华，因为伊所行的真显赫。愿即个代志
片团伫天下，色安起的百姓啊，恁着出大欢喜的声，因为以色列的圣名恁的中间最大。搁一位是伫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20甲第8节，但遐尔本是第113页，我本是第109页，我用来记遐尔本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20节。阮做基督的使徒，虽然通教人敬重阮，总是毋捌对人求荣光，也无对恁，也无对别人。阮就是温柔伫恁中间，亲像年母，招家己的囝儿，亲像安尼，阮因为传播恁就。若上帝的福音，连家己的性命也欢喜，互你，因为你是阮所疼的上献诗，请主日学。各位是姊妹平安，平安，母亲节快乐！
让所有的做老母的伫上帝的厅内面来得到安慰。今仔日咱要用伫勇气甲牺牲的中间来得到安慰。今仔日有两位的经节，一位是伫以赛亚书12章的圣经拢总只有6节，搁一位是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的第6节到第8节。所以今仔日咱就要伫即个中间，搁用现代翻译的现代台语汉语本，咱搁做伙来读一摆，来请。伫迄日，你的我上主，我感谢你。虽然你有对我发受气，毋过你的受气已经煞，你有甲我安慰。看，上帝是我的拯救，我靠伊拢袂惊吓。上主是我的归力，我的士官，伊一直是我的拯救。恁会对拯救的主欢喜快乐上水。伫迄日，恁的我着称赞上主，就叫伊的名，就对万民宣扬伊的作为，就宣布伊的名应该受尊重，就因此称赞上主。因为伊有奇妙的作为，就对全世界宣扬这个代志。恁西安的主人就欢呼大声唱歌，因为伫恁中间的以色列神圣的上帝上伟大。搁另外一位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第6节到第8节来请。阮嘛毋捌对人，无论是恁，还是别人，求灵光。虽然做基督的使徒，阮本来通要求恁尊重阮，毋过阮伫恁中间的时，温柔对待恁。亲像灵宝的摇婴囡仔，虽然阮遐尼疼惜恁，毋若愿意甲恁分享上帝的福音，连阮家己的性命都甘愿互恁，因为恁是阮所疼的。以上愿上帝的话成做咱的帮助。今仔日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咧纪念做人的老母，伫迄个上特别的迄一天，就是要生囡仔的迄一天，疼正疼，然后当囡仔生出来了后，对一个老母来讲，通讲是真欢喜的日子。伫以前检查迄个生囡仔的过程，就是记伫老母家己的头壳内底，伫迄个中间，总是伫即摆现代的科技的进步，真侪老母咧生囡仔，现代的负责人要生囡仔，伊的先生会当入去内底陪产，陪伴生产，然后佫会当安怎？佫会当录影，该要打马赛克的就打马赛克，所以你一定会当伫迄个讲。伫手机内底，也是伫迄网络内底去找着迄款的 YouTube 生囡仔。每一个大部分到迄个囡仔生出来时，你看迄个老母真正甲迄老爸伫边仔咧陪产拢流目屎，是一个真，互人感觉讲真欢喜，欢喜搁再欢喜的日子。而且咱看今仔日的诗篇，迄个以赛亚书的12章。这60个经文，其实是嘛是一个真欢喜的诗歌。伊伫遐讲着啥物？讲着讲较早上帝对阮以色列的人来受气，但是阮知影迄个受气已经煞，迄个受气已经无去啊。对迄日到伫迄一日，就是讲伫今仔日，阮知影上帝你有做的。苦难伫阮的心中是主你
对阮的教导，然后到伊迄一日，上帝你的计划就是亚西的君，咱看以赛亚书的11章第10节，写讲伫迄日，亚西的君会成做万民的大旗徛在。亚西的君是咧讲啥物？讲大卫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到伫迄日，耶稣基督会成做万民，伊会徛在，然后万国拢会拥护伊，然后万民会因为伊来得到阳光灿烂。兄弟姊妹，迄也是一个通欢喜的日子，就是耶稣基督，通过上帝的差遣来到这个世间，互万民会当因为伊来得到拯救。过来意思就是讲，耶稣基督这个比赛啊，救世主，伊要实行伊的拯救的日子，会带来全人类欢喜，直到咱将来有一个永远活的路。就是讲，毋但是这个世界，即摆这个时阵，到伫迄日，咱还阁拢有完成是一个有望的。所以，若是安尼，咱阁转来到老母的迄个心情来看讲，伊当伊生囡仔了后，安尼迄日了后咧，迄日了后其实是一个艰苦的开始吼。因为我的身躯伫7月初，就是要生囡仔就是预产期，所以拢一直甲你讲，你嘛知影，嘛像煞甲爸爸讲。讲恁知影伊囡仔生落来，甲即摆就拢完全无共啊差不多拢无通休困嘛无通讲安尼足悠哉厝内面一定会定定乱七八糟你差不多人讲手无害字就知影爸母阮嘛有讲手无害字敢若手嘛无在撩人裤就是意思讲，你搁敢若抱囡仔抱甲你就拢无在啦做啥物款的代志啦。所以咱嘛会当看见讲，当这个为人母亲，当一个妇人人，一个查某人，伊生囝了后，所面对的真正就是一世人完全改变。迄个老母有足侪艰苦，有足侪艰难的，有足侪爱做的代志，无在了享受安息咧。啥物时阵才会当享受安息？无啦。做婴仔的时阵，就差不多4点钟，就爱食一片面，差不多当你倒咧困呀，伊就搁开始换，伫迄个中间，搁来当囡仔渐渐大汉，伫迄个内面，爱搁甲迄个讲做老爸做伙管教即个囡仔，当囡仔到大汉，有一个培育，有一个迄个心，伫遐咧中大无共款的时阵，即个诚做老母会想啥？毋知会当互人了解无？毋知伊的囡仔会当了解无？知影讲我的妈妈安尼咧打教，到底是因为啥物？过来就是讲伊的先生，敢会当了解讲，若诚做即个太太，今仔日即款的管教，伊会当来担心，会当伫遐来体会无？总是伫遮，咱要感谢主，因为上帝的救恩要带来互人的心。会当来安慰，所以今仔日牧师通过这篇道理，通过咱今仔日所看以赛亚书的12章，就是讲这篇迄个圣经咧讲的是对上帝来阿乐，个人对上帝阿乐，过来全体对上帝阿乐，望就是对这个阿乐的诗，会当互咱在场所有的老母。会当对上帝遐来得到安慰，也望伫上帝的救恩内底，每一个妈妈，诚做妈妈的无失志，继续对主遐来得到鼓励，然后也望这段的经文是诚做咱每一个老母你的娱乐的时光，诚做你娱乐的时光。今仔日个经文内底，咱大声就是讲娱乐主。学了咱的上帝，伊是老母的安慰，因为第一节讲到迄日，你要讲耶和华啊，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让我受气，但是你的受气已经煞，你阁安慰我。所以咱望每一个诚做咱老母的姊妹，拢会当常常将这个你的情绪来交托互主。
请问咱诚侪老母的会有受气无？有啊，足侪人受气的对无？讲叫你安尼，啊结果你佫无安尼，啊，甲囡仔讲嘛歹听吼，因为囡仔还佫我毋捌代志，结果叫神仙嘛无做吼，足侪代志伫一日内底，其实拢会惹咱受气，拢会惹咱受气，所以受气毋是一个毋对的代志，总是当你受气的中间，你知影讲主啊，帮助我要将这个受气交到你，吼，我要将这个受气交到你。啊，互我无搁对迄个受气内底安怎，一直钻牛角尖，吼，一直对迄个受气内底求你的喜乐的圣神，求你喜乐的神充满，吼，所以上帝要加做咱的安慰。我想在座阮一个妈妈，应当无一个人无受气的吼。跟我甲阮的姐讲啊，顶哦，啊，所以我感觉啥？伊讲啊，天下的父母心天下所有的爸母，做的诚侪老母的心拢共款啦。吼，意思讲啊，你会安尼想，啊，你会安尼受气，啊，你会感觉讲足无奈的，其实大家拢共款。吼，伊无讲伊嘛安尼，但是伊讲天下拢共款。吼，伊诚优秀，其实伊嘛是安尼共款。就是讲，到底吼要安怎搁互我的囝儿会当来伫即个生活顶面搁较好势，特别伫信仰的顶面。我想迄是每一个诚做基督徒的老母心肝上大的负担、上大的压力、上大的一个讲，就是望安怎？望我的囝儿会当。伫即个信仰的顶面，继续来甲我做伙同行。吼，所以咱每一届伫受气的中间，将遮来交托。搁来讲，咱的上帝要安慰咱，兄弟姊妹，这个安慰，伊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讲有怜悯。今仔日咱嘛拄仔配英文内底讲，怜悯人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受怜悯。安慰内底有迄个怜悯的意思，所以上帝要怜悯咱，要安慰咱。结果，这个怜悯，伊的原文竟然是甲迄个子宫，吼，甲迄个生囡仔迄个子宫，吼，子宫是共款的字根的。所以啊，弟兄妹，望咱每一个老母，当伊的心受到上帝的安慰的时，你想迄个安慰偌深啊？毋是安尼凊彩在你呼呼的，是有你平心甲咱转去甲老母的腹肚内底。迄款的平静安稳，每一个囡仔还搁伫老母的腹肚内底，伊就是诚安稳伫迄个内底，啊，互老母安怎怀胎10个月了后会当平安生出来。所以只讲上帝要安慰咱，就是上帝要怜悯咱，上帝要将每一个心艰苦的老母，将伊搁放入去亲像婴仔同款，伫迄个子宫内底。我想咱在座每一个做老母的。咱嘛是做人的查某囝，敢毋是咧？咱一定嘛是搁有老母生咱，咱才会搁生养落去，像做人的老母。所以即款对伫子宫内底得到迄款的安慰，我望咱每一个拢来记牢咧。伫迄个中间，咱的心就无伫遐会当来受挫折。佮而且咱今仔日所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内底，咱看着保罗。伊写予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足特别的。伊讲吼，我来伫遐牧养恁，吼，我来养饲恁，就亲像安怎？咱台语的迄个翻译讲啦，翻译讲亲像灵母咧摇婴仔共款，摇囡仔共款。啊，其实伫迄个中文，啊，搁足侪英文，已经拢无人翻做灵母，因为伊讲灵母摇家己的囡仔。安尼，迄个灵母就是叫做老母啊，哦，所以伫中文和合本的圣经，它直接翻成说，好像母亲在养育、乳养，就是我今仔日的用的题目，乳养跟牺牲当中要得到安慰，就是亲像母亲咧乳养小孩子共款。所以保罗用安尼咧描写讲，牧养教会，愿意牺牲。亲像老母疼囝儿迄款，所以恁嘛是诚做每一个传教者愿意安尼来做的，吼，诚做
家己鼓励家己，也互咱伫即个中间来看见，讲上帝嘛常常纪念老母啊。因为老母安怎，常常为着囝来付出，常常为着囝的好，常常为着囝有牺牲、温柔、疼，用安尼嘛来鼓励真侪传到遮。拄拄我祈祷会的时阵，像牧师有讲着咱彰化中会伫育婴教会，育婴教会就是伫方院乡红苑吼，大概王景里附近一间较细间的教会，伊的女牧师伫昨昏过身去，足紧的时间就过身去，虽然伊嘛有得着癌症。我甲伊最后一遍的见面，足亲近的见面，就是我家己嘛去伫中医咧看诊的时候，因为迄个牧师伊是一个单身单身的姊妹单身的女传，结果我伫妇产科因为我咧追踪我的癌症，结果伊来我的边仔坐，我的心肝内有一个嘛感觉讲你哪会嘛会伫遮，而且是未婚哪会看妇产科啦所以迄个时阵其实伊就是有关的妇科的工程。我因为叫着我要入去，我就搁甲伊打招呼入去。想袂到对顶年到今年安尼遮紧的时间，伊就是伫做一了后闹出血，送到护病房，大家为伊的，到伫昨昏到尾仔的时阵，就已经离去世间。其实这个女性会传到遮，虽然伊无结婚无生囡仔，但是对伊来讲，伊的教会，伊就是亲像老母共款，咧疼惜、咧牧养迄个教会，牧养迄个教会。所以咱看见伫即个疼的内面，有亲像老爸的疼，亲像老母的疼，拢咧形容咱的主上帝。伫遮保罗更加讲，保罗是查甫的啦，但是伊讲阮疼惜教会。就亲像老母咧摇囝同款亲像迄款的牺牲，迄款的疼同款。所以愿上帝纪念咱每一个老母，所以咱每一个老母，搁较愿意安怎为着咱的囝儿来付出，来牺牲，因为上帝拢纪念你一切的所做。后来咱要讲，俄罗上帝是老母的拯救，每一个老母有即款的感受无？上帝是咱的拯救。伫经文内底有讲到这这张相片是我伫美国堪萨斯州伫一个基督教的学校内底，迄间学校内底饮水机伊的饮水机安尼饲落有水好通伊边迄堵墙有无？迄个是耶稣啦有一句话，就是约翰福音内底所讲的约翰福音内底安怎讲？讲既若啉这水的人，要搁喙干。人若啉我所赐予伊的水，永远袂喙干。迄个水要诚侪，伊的水泉直到永远，要一直冲出来。这是伫耶稣甲迄个撒玛利亚妇人人伫遐所讲的话，竟然伫咧饮水机的边所以我感觉足趣味的。所以提醒所有的人，大概若喙干去遐啉水的时，伊就会想着讲啉这个水会搁喙干，我就爱来认捌迄个耶稣所要享受迄个活水泉，亲像耶稣伫迄光明节遐讲，既若啉这个水的人，信我的人，伊的腹内要安怎？有迄个水泉一直冲出来，直到永远。所以今仔日个经文内底嘛有讲伊讲恁要对救恩的水泉欢喜来抢水。所以咱现代台语翻做讲对拯救的井，因为咱讲抢水，抢水大部分就是对水井内底来抢水，无论是对迄水泉，还是对井，拢会当互咱知影讲，咱的确有一个源头，就是要享受咱有欢喜，享受咱有救恩的，特别迄个救恩要诚侪咱的拯救。伫以弗所书讲到迄属灵的正觉，就是讲你爱穿伫你的身躯，会当来抵挡即个责歹邪恶的时代的属灵的军装。救恩伫倒位？救恩就是你的头盔救恩就是迄个亲像安全帽共款，戴伫你的头壳顶的。
是安怎讲？你知无？你若无有主会救阮伫你的头壳顶吼，你的思想足容易着，互即个世界会价值观甲你转变。所以咱爱为着咱的囡仔来祈祷，耶稣基督会救阮，要诚侪保护伊的心思意念。若无咱的囡仔咧大汉的时阵，特别到青少年的时阵，伊会产生啥物？产生怀疑的心，会对伊细汉一直听会主日学的故事，到伊青少年的时阵，伊会感觉讲，我无相信呢，即种故事哪定，即敢真呢？然后对迄个中间，你要安怎搁一遍来对咱的囡仔内底，吼，搁来祈祷，然后伫主的面前来祈求。你无再调用你家己的嘴吼来游说讲，你着爱相信，你着爱相信，你若讲吼，伊会哪走？只有来到主的面前讲，主啊，你就是迄救阮的水泉，我要对你遐来领受，充满伫我的全家。若是安尼，咱阿老上帝讲，伊伫即个救阮的水泉了后，伊搁要安怎？要互你的艰苦变做甘甜，吼，会当悲伤变做欢喜。才讲看第二节，伊讲看上帝是我的拯救，我倚靠伊，拢袂惊吓。上主是我的气力，我的诗歌，伊一直是我的拯救。兄弟姊妹，伫你辛苦的人生的中间，你有靠主来得到欢喜无？但是敢若一直伫遐感觉讲你真艰苦，你的人生实在是充满拢是土气的。但是而且，伊讲上帝要成做咱的拯救。你既然若得到这个拯救，你倚靠伊，你就有气力，而且你爱用主来成做你的诗歌，因为伊一直拢要成做你的拯救。所以我盼望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安尼想：到底主伊要安怎成做你的喜乐？后一个姊妹要甲我分享，伊讲：哎呀，我即摆才想到呢，我较早吼。带阮小弟的时，因为伊甲因的小弟的年岁差足济啦，伊已经读初中的啊，因妈妈佫生一个小弟。伊讲我迄阵抱我的小弟的时吼，我定定安尼来爱甲摇啊，吼，我拢唱圣诗互听，吼，伊讲我拢唱圣诗互听，伊讲伊毋知唱哪一首安尼啦。到尾后，我毋知影伊摇伊的囡仔的时阵，伊有安尼唱无？总是伊有佫甲我讲。当我尾后带我的孙的时，我嘛拢唱圣诗互听，我拢唱新圣诗的哪一首？我讲安尼你是真好，因为伊虽然爱做阿嬷，爱搁斗带孙啊，总是伫迄个中间，伊逐工抱囡仔的时，当伊还搁活我的时，唱圣诗互听。当即个囡仔搁较大汉咧读幼儿园的时，伊逐暗拢会带伊来祈祷。过来搁较大汉的时，伊叫伊爱背主祷文，用主祷文做伙来祈祷。所以伫辛苦的人生的中间，伊靠主欢喜，伊是安怎来斗带孙？因为伊的身躯得到灵感嘛，迄个家庭嘛是充满惊吓。伊的后生嘛足惊，伊的太太，即个灵感毋知会佫发作无？已经开刀治疗啊，所以即个受治疗的老母佫生双生啊，所以伊就甲伊的亲家亲母将带一个啦，将带一个即双胞胎，将带一个，伫即个中间带，爱头壳带到即个老母的身体顾养的时，囡仔才佫带倒转来，所以伫辛苦的人生的中间。兄弟姊妹，咱有靠主来喜乐无？过来经文内底讲，上帝是我的拯救，看上帝是我的拯救，上帝是每一个家庭、每一个老母的拯救。我相信每一个老母咧幼稚囝儿的时阵，应当是心肝内底有足侪的讲袂出的艰苦，但是上帝的确要成做你的拯救。上帝是看得咱好老的，有一个妇人啊，一个姊妹，伊的名叫钟树明，也是
住伫台中的，伊伫30几年前，将近要40年前生一个查某囝。这个查某囝伫8个月大时，突然间怎发烧到43度。当发烧到安尼的时阵，含伊的先生带去病院检查了后，才发现讲，伊这个查某囡仔竟然伫脑内底有32个空洞，就是有脑是空的啦，敢若亲像海绵啊，一层一层啊。哇，这个老母听到医生的宣布了后，伊的心规个拢涌起。边仔就开始啊，足侪人就讲，若无你爱对这个囡仔吼，甲送去迄送去迄疗养院啦。这足歹饲的呢。即种囡仔吼，差不多袂讲话，然后吼，骹手拢无力，无才了行。所以伫这个中间，钟树明伊讲，伊最见证讲，好佳哉，我想到我阿嬷的信仰，伊细汉仔是甲伊阿嬷做伙大。陪阿嬷搭带大汉的，伊讲伫伊个家族内底，敢若这个阿嬷是基督徒。伊细汉常常看伊阿嬷拢咧看英文册，一本英文册，尾后伊才知影迄本英文册是啥？白话字、罗马字的圣经啦。伊讲伫因全家住伫庄骹，迄个庄骹差不多逐个拢拜拜的时阵，因阿嬷伊无惊向拜拜，常常互拍呢。伊细汉仔就看伊阿母，伊阿嬷为着这个信仰吼付出代价，总是伊看伊阿嬷伫这个信仰内底会坚持，大概到礼拜日，伊早就将所有的代志拢做了啊，然后安怎？然后坐公车去礼拜堂。阿嬷甲伊讲吼，你爱传福音哦，迄个人有要接受，无要接受，拢无要紧，你就是爱进来去传福音。所以阿嬷。迄阵拢无洗衫机伊拢去溪边溪水边伫遐洗衫，伊就发现阿嬷拢伫溪水边咧传福音伫遐咧报道。所以当钟树明生着即款的查某囝的时，伊开始来追求，更加来认真来追求，知影要来挖靠上帝，对伊遐来得到拯救。所以咱看见上帝要诚做老母的快乐，老母的快乐。然后伫迄个中间，伊会当唱出诗歌，讲主啊，你是帮助我的，你诚做我的拯救的。以赛亚书12章，以赛亚这个先知，伊讲出讲，耶和华是我的快乐，是我的诗歌，也要诚做我的拯救。即句话是对诗篇118篇的14节讲的。所以咱看见先知甲这个诗人同款的经历。即款的经历，也要伫咱每一个人的身上，要诚做咱的快乐。所以伫即摆伫遮，即个快乐甲即个时光，也要诚做老母，特别伫即个艰苦的中间，诚做你的经历。所以我要，互咱来想，你捌看过你老母的快乐，看过伊的时光无？看过伊安怎咧吟诗？现在你的老母无信主，但是你的老母的确有迄款的快乐。知影讲伊养饲、囝儿即款的快乐，伊所挖靠的，所以咱坐伫咱遮每一个诚做老母的，你有要掠咱的上主，诚做你的快乐甲你的时光哦，主要赐福伫你的身上哦。所以最后，咱就来看，伫即个诗篇的最后的第4节，伊讲，伫迄日恁会讲。要称赞上主，求伊的名，称赞了后阁求，然后安怎对万民来宣扬伊的作为，要宣布伊的名应该受尊重。所以咱诚侪上帝的囝儿，咱着爱来称谢，咱嘛爱来求，咱嘛爱来宣扬，因为主伊的奇妙的作为要伫你的身上。兄弟姊妹，这是咱每一个诚侪上帝的囝儿爱安尼做，特别咱今仔日每一个老母，咱也会当安尼来做。过来，咱看见这个宣扬甲这个求伫倒位，这个称谢伫倒位，毋单是伫咱的厝内面，嘛爱伫万民的中间。亲像我头拄仔讲，迄钟树明的阿嬷，伊伫厝内面，伊着请做一个活活的见证，互伊的查某孙。来得到改变，
然后伊伫洗衫的所在，伫迄溪水边，伊伫迄个中间，伊就伫遐宣扬福音。所以讲嘛，咱的家庭内底有上帝同在的见证，也互咱的生命也会当来安尼来广阔出去，到伫咱的职场，拢会当，甲伫咱的社区，拢会当来宣扬见证咱天地上帝的名。下面我要放一个。短短的见证互咱看，就是拄拄迄个钟树明啊，伊即个囡仔伊安怎互伊大汉？伊就是一直甲，伊就是看着讲上帝互迄个摆骹的会当来徛起来，所以伊甲伊个先生就开始伫遐一直祈祷讲上帝啊，至少你互伊会当行路，所以到6岁时，即个囡仔徛起来行路。咱来看者伊所讲的见证，对伫今日基督报。嗨，基督教今日报的读者平安，我叫钟树明，人们都称我为汪妈妈。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在罗马书8章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36年前，上帝赏赐在我的家庭的是一个特本，是一个多重障碍的女儿，她的名字叫汪慧欣。因着有这个抚养特殊的经验，我在25年前，在我的教会创办的隆中礼拜堂的宝贝班，我把这个小爱化作大爱。我们举办的特尔亲子福音营，把福音在一个平台上，我们训练许多的基督徒的大学生、研究所的学生来关顾特本，让一群散落在台湾各地的基督的精兵，整编军队为主征战。18年过去了，我们宝贝班有25年，觉得许多的特尔家庭不只幸福了。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方式，我们传到了香港，到了西亚，甚至于是美国，有许多的教派开始留意到，原来在我们的社会隐藏着许多的特尔家庭。上帝从来没有遗忘这些的特尔家庭，他兴起了一群的团队，一群爱主的弟兄姐妹，我们把福音传到特尔家庭。这真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福音，谢谢大家，谢谢。弟姊妹，伊生一个特殊的查某囝，但是伊安怎？伊伫伊个教会就办一个做宝贝班，主日学，其实伊有主日学就是特别为遐的，所以足侪伫甲因同款情形的老母、老爸就将因的囝儿带去啊。这个钟树明姊妹，我也好，捌伫迄张师大团契，甲个少年人的团契内底，邀请这个妈妈带伊的囡仔去伫遐，尾后伊的囡仔会徛起来，佫会安怎训练伊佫弹琴，了后佫会当唱歌。伊的歌声甲一般的人无啥共款，伊讲伊的囡仔要唱歌。爱差不多，敢若一个转音吼，爱训练差不多1年半年啊。但是伊用安尼歌声，叫做天使的歌声，伫迄个中间啊。其实钟树明，伊是我大学同班同学，伊成绩嘛真好，但是伊生这个查某囝，伊变做安怎服侍伊的查某囝，然后借着伊的查某囝服侍伫全世界，敢毋是？伊毋但伫台湾。伊佫甲伫香港，甚至到伫美国，前几年，我有来邀请，我知影伊过去嘛捌有开一个咖啡厅，伫东海大学的艺术节内底，即摆应拢无啊。总是咱看即个老母，伫伊的囡仔的细汉歹摇饲的时阵，就一直伫迄个中间努力养饲倚靠上帝，然后当伊的囡仔较大汉了后，伊教伊的囡仔。爱听遐个，嘛是欠缺的，或者特殊的儿童，特别伫迄个中间。所以你看伊迄个汪慧欣吼，伊虽然讲话背后会晓讲话，伊真够安慰人哦。伊看到迄囡仔吼，伊会当安慰哦，做一个
带人做祈祷。所以伫厝内面了后，佫会当伫外面会中间哦。兄弟姊妹，咱的囡仔比王慧欣佫较健全，敢毋是咧？无亲像伊遐尔啊凄惨啊！但是咱是毋是会当做比伊佫较济的工咧？慧欣甲伊的妈妈去到伫全世界，伫遐咧见证啥物？就是见证天父上帝的馈难，见证这个上帝是真侪阮的拯救的，你嘛会当来得到即款的福音吗？兄弟姊妹，当伫今仔日即段的经节，伊讲着因死称赞上主，因为伊有奇妙的作为，着对全世界来宣扬这个代志。毋茫咱每一个人会当不断来宣扬这个代志，迄就是唱新的歌。咱常常伫诗篇内底讲，你着主来唱新歌，到底啥物意思？意思就是讲，你的生命的中一直有迄种无共款的代志来发生，无共款的代志就是一直领受恩典，然后你去发现着。所以咱需要有一个敏锐的眼光。有一个感恩的眼光，有一个伫遐一直要操作讲上帝啊，你一定伫我的生命内底有迄足水的作为、奇妙的作为，求你互我会当知影，然后对这拢来做见证出来，不断伫迄个中间来做见证，这就是唱新的歌。你会安怎做？若是安尼，你会安怎做？当牧师伫今仔日母亲节要来讲这个信息的是，其实我伫早起，我8点我就敲电话，当我要编即类批的时，我知影讲，搁伫顶工，咱足侪兄弟姊妹嘛有传讲，有老母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代志，所以我伫下早我8点我就敲电话，互我的妈妈，互我娘家的妈妈，我讲妈妈，我要甲你讲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总是过来要讲的话，就安怎开始就然后讲就会定起来啊。因为足少讲即款话嘛，但是我鼓起勇气啊，就亲像头拄仔遮个小朋友所讲的，讲妈妈有你真好什么？我毋茫遮个囡仔伊毋若伫遮咧唱啦，伊嘛会当对伊的妈妈讲出来，较袂亲像安尼已经遮大汉啦吼，讲袂惯势吼，更讲着，然后讲就低起来，然后要哭，我就讲妈妈感谢你。有你真好呢，上帝祝福你。敢若要讲妈妈有你真好，就讲甲袂要哭安尼吼，感觉真正咱太不常说了。结果我妈妈讲，妈祝福你啊，你妈妈伫迄个中间。所以我毋茫兄弟姊妹，咱所听的即个道理、即个信息，其实足简单的。今仔日就是母亲节，你会当对你的老母安尼。可是咱中间若是无老母的咧。你会当祈祷啊，祈祷啊！上帝会当将即个少年的心情，互你的过身的老母知影。兼且咱会当鼓励咱的逝世已经诚做老母的，甲伊祝福啊！所以毋茫咱每一个老母，以及诚做老母的你，会当用今仔日所讲即个以赛亚第12章第1节到第6节。来献上你的祈祷，献上你的感谢，诚做你的成歌。讲到迄日，我要欢喜。伫即日，我就要怀靠上帝，来得到伊的拯救，伊的救恩的水泉，要伫阮兜要来冲出来。我每天拢要来啉迄个救恩的水泉，致使我的生命永远袂水淡。咱三个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将你的独生圣子赏赐互阮，互阮会当倚靠伊，就无伫罪恶内底受捆绑。主感谢你，无看阮是软者，无看阮是犯罪的人，反倒听阮，为阮来牺牲。阮伫你的面前，伫今仔日母亲节的日，阮向你献上恳求。求主你也来安慰人民，疼惜阮的老母，互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当阮的老母还搁伫即个世间的，祝你祝福，也
来带领，互因毋但有健康的身体，更加更较重要有快乐的心神，也拢会当得到即款的福音。若是老母无伫身躯边的，主啊，愿伊的灵魂到伫你遐得到安息。主，愿也愿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愿知阮的生命要换新，不断的换新，要来对你来唱诗歌，要对你来得到拯救，也对你来得到快乐。感谢你，诚侪阮的瓦靠的，要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这条内面回是圣诗452首，圣诗452首，上帝听读太遐大，请咱起立来到专心。
咱起来来领导。这是要来送在座每一位妈妈吼，一份礼物吼，请妈妈徛起来好，请妈妈徛起来，她刚刚来准备。咱今仔日，谢谢吼，咱今仔日所送的花吼是。咱来当分享，谢谢。可以送上去了，吼，咱的青年为着咱送吼有一蕊花，这花是咱的长照，吼长照的兄弟姊妹所做的，吼用手画好的吼，真水，吼啊在场的妈妈，大家拢会当一份，吼啊，搁有咱教会的心意，吼有这个。而且咱若摕到的人伤济愿，啊念伊，无需要请你起立，来为所有的妈妈来祈祷。咱今仔日送这花吼，袂凋谢，敢若亲像永生花共款。楼顶嘛有哦，吼，咱的2楼嘛有哦，咱若送了吼，咱的青年会当去2楼哦。对，小胖，你有看到我的外老样吗？他也是母亲就对对对对，好，没问题。请问还佫有哪一个妈妈无摕到的？会当举手哦，吼，还佫有啥物人无摕到咯？吼，咱的主任的老师的中间嘛，拢有是妈妈的哦，吼，都有摕到是无？好，好，安尼咱请在场所有的妈妈，吼，请咱起立好无？请妈妈吼有摕到礼物。吼啊，即摆牧师要为着恁来祝祷，吼。伊要上帝，阮将在座所有的老母放伫主你的怀抱的内面，亲像阮头拄仔所讲的，主你是怜悯每一个老母的。你知影老母的心，就若亲像石磨仔共款，伫遐咧磨。当囡仔细汉的时，为着因的健康，为着因的长大；当大汉的时，也为着因的就业，为着因的读册，老母犹原伫遐咧担心，犹原咧流目屎。主啊，你知每一个老母心内底的艰苦，求主你将因安慰，你互因得到你的安慰，得到你的怜悯。也亲像就放入你到伫主你的怀抱内底，你亲像老母共款，将因放伫你的子宫内底，要互因得到平静安稳。我奉耶稣的名宣告，在场所有的老母，伫因的心中讲袂出的土气，主你拢用圣神伫因的内面替因祈祷。有每一个老母，在要对你遐得到快乐。在要对你遐得到拯救，互迄个拯救的水泉伫因的心内来冲出来，要流落伫因的囝儿世岁到一代到一代。感谢主，这是你的应允，阮每一个妈妈拢要领受。阮也将阮的囝儿，阮实在毋知要安怎来管教伊。愿主你亲自用你的疼、热卡、带领，互因毋若是有即场的的顺势，互因伫读册的顶面有智慧，互因的身体有健康。主啊，阮来
平安，嘛，因有信用，因有这个信用，诚侪因一世人上大的帮助。阮将阮的心所想的，阮无再来做到，阮伫你的面前来呼求你，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诚侪下面，咱要来颁发奖学金，牧师来读哦。请一定有要领奖学金，这个名会同学就出来哦。胡廷恩的胡廷柔，胡廷柔是咱中正大学的硕士班，过来施明和中台的大四，还有洪雅莹大业大学，黄子恒南台科技，还有杨玉琴还叫梁玉。就是高科大，过来施怡如，南华大学，陈柏凯，南印大，黄以恩，南华大学，李心妍，园林高中，林云成，园里家商，黄以轩，鹿港高中，黄木恩，鹿港国中，陈子毅是自强国中，李安杰。鹿港国中，黄木星，鹿港国中，杨云颖，鹿港国中，郑维谦，鹿港国小，李天佑，文开国小，高子晴，鹿港国小，肖宣玲，秀水国小，黄文玲，洛金国小，王新杰，罗清国小，黄俊熙，鹿港国小，郑维泽，鹿港国小。黄木安，文开国小；张佑维，新庄国小；陈怀恩，西市国小；李天瑞，文开国小；谢宇轩，路东国小；张云珍是大成国小；王庭若，罗清国小；郭千瑜，鹿港国小；高雨柔，鹿港国小；黄香宁，鹿港国小。黄征泽，大同国小；肖成佳，秀水国小；卢义安，鹿港国小；黄巧珍，鹿港国小；谢雨柔，鹿港国小。咱领奖学金的学生拢总有39个哦，感谢主，咱为伊鼓掌哦。线上感谢，对不对？智慧是从神所赏赐的，继续会当更专注、更精进、进步。嘛更较侪人会当来两条决心，咱嘛为家的囡仔来祈祷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线上祷告，很好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智慧的源头。阮感谢你，因为阮会当来得到即款的奖赏，阮知遮所有的囡仔拢对你遐来得到看顾。愿上帝你继续甲因同在，互因无骄傲，互因也知因所得到的是上帝你的恩典满满，你也更加要使用因将来诚侪迄有路用的人，对这个社会有贡献。主，阮也为着阮所有在下的学生来献上祈祷，愿上帝你也慢慢甲因同在，互因有愿意的心，也互因对你遐得到智慧。伫学业的顶面拢有进步，伫奖学金的顶面，阮献上阮的感恩，也为着遮的细囝，求你也互因若有即个智慧，你也有互因有好的品格，互因的生命也有对你遐来所想事，迄款的生命的品质，伫信仰的顶面会当来成长。献上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介绍今仔日的朋友啦
上早来吼，阿英姐来，阿英姐你开起来，互大家来，阿英嘿，阿英嘿，咱来拍手哈。祝你好，我要祝你好，祝你母亲节快乐哈，请坐。长姐，阿哥有叶亚萍，亚萍，嘿，欢迎你，好，请坐。叶亚萍姐妹，滨北办团，基督之家从美国回来。有没有哈？所以对2019年运感，我们登来台湾了哈。对，因为疫情的关系，哦，有一点忘记了，对不对？亚萍姐妹就是办约基督之家的脑来咱教会教咱的某种英语营诶，哦，最刚开始的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没有葫芦秀的那一种英语。亚萍姐妹，哎，到就住鹿港啊，一条三民路啊。离文海国小后壁好，哈，啊，咱的中间吼，阁有今仔日有迄个优下优乐的师傅啦，吼，咱嘛来欢迎啦，哈。谢谢。哦，啊，阁有一位姊妹伫永信优乐的头前，一位姊妹啦，吼，伊嘛拢有来过咱遮啦，吼，咱今仔嘛来欢迎啦，吼，欢迎，吼，啊，阁有莲蓉姐。吼，伊今仔嘛来到咱哩，吼，咱拢有退役的哦，吼，咱有退役的来的，咱真好理解。啊，毋知咱有啥物人要唠高无介绍点哦？拢有吼，好，以上安尼咱就来报告吼。或者来先那个看今仔日的题目是西天日报的会议者是这样来给了坦白讲。要花习惯会的习惯，伊样在这里进变化的。要花习惯会的习惯，伊样在这里进变化的。我们再用国语来读2遍。要花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它也成了我的救恩。要花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它也成了我的拯救。后礼拜会师傅咱请同胞来提议。今天的活动是特别是今仔日的上联是无上会，无论嘛是无上会。下骹是5月28日有聚会吼，主理者是秀莲姐。消息的报告，今仔日是母亲节的到本礼拜，咱有送一个妈妈有真久美丽。也要伫遮祝福每一个妈妈，甲互每一个妈妈生的每一个囡仔，拢对天有接着上帝的平安、甲喜乐、甲幸福。第二主理是中山红的主理，请咱这关心较内倒。第三呢，后仔嘛有办法奖学金，外主4号互每一个学生。第四，中华关系所爱无限的协调会于5月17拜3下晡2点，要伫中华关的1楼要有举行解放咱的陈老师甲前规几个参加。第五，主理5月20有主办起主的旅游地点是中航街，而且有报名的家长伫东港的。早起7点半到会前后出来。第六，种种事务伫5月21日，礼拜下晡2点到5点，要举办教会常务研习甲书理的培训。地点是伫彰基的南医师大楼。参加的对象是各团体也是团体的书记拢会放来参加。那有要参加的乡亲甲真好。牛乐来报名，另外日子。第7，中中第2届宣告的研讨会伫5月上午10点伫中华教会。伊的内容有青年的宣教事工、和母语的宣教，跟第3个共同用心关怀大彰化，咱的郑老师会去参加。第8，将青年部的青年。见证分享会伫5月27日下暗7点2互伊教会，欢迎青年参加。第9，中中大专部伫6月初3早起时有要举办教会音乐
工建设会，地点嘛是伫彰区的南师大道，对象是对教会比较有兴趣的人士，甲鼓舞咱文化语言同工会当参加，也当总70项，且会招名额来报名。第十，中华城市节目的6月25月1日8点半3点的园林的台福教会，伊是有一个新人的例子台主是实际聚会，欢迎参加。第11点，过第1主日，咱们主古灵洗礼，包括小仪式、变洗礼、甲上洗礼，若是有要洗礼，咱这会当来交代来填报名单，上好了，刚好是5节报名的小仪式是4时。但到时候，请为着被鹿港地区的目标加转化来到业主转化鹿港地区，为着设法的用户加转化来到，第3为着实现将安经济来到，经济的部分有回国有巨人蔡启华思维不能张安逸，有一波要升级的正果，境外部分有康康丽、夏丽丽、谢金华、李美华、杨桂花、谢淑贤、王小桃、罗一珍、张淑珍、林思彩、陈文律师，会给公有像咱来家己看，还是有注意的，咱来就大家可以分享。即条咱来迎上元509首，俄勒提杯万福公园，请起立音专线，因起线，请牧师来上课。感谢耶稣基督，你会救赎恩典。上帝，你亲像老爸，也亲像老母，会听长看关心伫阮的心上。圣神用讲袂出的吐气，替阮祈祷、陪伴、安慰、引带阮每一个人，特别是伫阮中间的老母，对阮的心上也会当来感受天父上帝、圣神上帝以及圣囝耶稣基督的引带，对即时直到世代无尽。阿门。各位会请也这互相3千啊！即摆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咱做囝儿逝世吼，爱记咧仔是母亲节吼，也袂表示爱赶紧吼。